别挣扎了，孟府哎！祥和呀，你这腰间这把刀，可是你爹留给你的。回大人，这把刀乃是卑职的传家之宝。我记得这刀柄之上有你爹亲手刻的一行字，可否让本官一看呢？是，大人。真是一把好刀！拿下！别挣扎了，孟府哎！没力气了吧？啊？知道今天早上你喝的汤药里我加了什么佐料吗？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孟祥和，亏我那么信任你，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啊！你竟然跟这个龙三勾结在一起！大人，卑职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还在骗我什么？昨夜我已经查明了，就是这个钦差龙三劫走了我庄严之内的观音。大人，您说龙三大人，他是盗取观音之人，大人可有凭证？你要凭证，我就告诉你。舒府管家说了，观音失窃的当晚，龙三和他的一干护卫根本就不在舒府，而是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，个个黑衣蒙面，行踪诡异。而那个龙三，天亮的时候乔装成一位老人出去，我画了画像让管家看，没想到，性爱的客商就是这个王八蛋乔装的，老子现在脸上的字到今日还没洗掉。孟祥和，你还不知道对不对？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们给奶娘下了迷魂药，她可什么都说了。孟祥和，你快走开！小姐现在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，而且还怀了龙胎。祥和呀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实在是想不通啊！你与那钦差龙三无亲无故，并不相识，你居然勾结他背叛于我！我知道，这么多年，我赏赐你的银两，你都收下了；我赏赐你的丫头，你却不收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心中早已有了人了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！你心中的那个女人，居然是舒剑的女儿舒婉金。你和丽嫔早有私情。没错，我心中的人就是舒婉欣。大人，你有恩于我不假，孟某在你身边护卫10年，平日你待孟某不薄，孟某从没想过要出卖大人。卑职是不愿看着大人一步一步陷得更深。大人，你也听卑职一句劝，切勿再行伤天害理之事，回头是岸吧，大人。什么？这里有案吗？这有案没有啊？啊！我早就知道了。钦差大人龙三收我的金银财宝跟美人，只不过就是为了麻痹本官。龙三进京之时，那就是我刘德昭赴死之日。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能有什么退路啊？大不了就拼死一搏。待他死后，我就将这个责任推给那些牛角寨上盘踞的山匪。大人，你可曾想过，牛角寨位于山西境内，就算皇上信了，钦差大人和丽嫔娘娘死于牛角寨之手，可你身为山西巡抚，你逃得了失职之罪吗？失职之罪，祥和呀，
你给我听好了，经本府调查，钦差龙三勾结牛角寨上的前明余孽，他不但伪造圣旨，还勾结这些山贼打劫官府的库银，因分赃不均，起了内讧，自相残杀而亡。本府率兵剿灭了牛角寨，如此一来，你觉得皇上还能追究我失职之罪吗？在，钦差龙三伪造圣旨在先，早已犯下了杀等之罪。大人，先把罪名嫁祸牛角寨，现在你又说钦差大人伪造密旨，我让你明白你是怎么死的。看清楚了吗？自从知道龙三敢劫取官银，我便觉得此事蹊跷，便吩咐管家暗中留意。没想到，还真让他逮着了机会。溜进了龙三的房间，便发现了这些东西。结果我们仔细一看，看出了破绽，这玉玺还有密旨，是假的呀！不可能，钦差大人手中还有一道密旨，奉旨调查书剑遇刺一案。那封密旨，卑职仔细看过，绝不可能造假。兴许他是奉旨查书剑之死，可是他竟然胆大包天的想要插手山西政务，情急之下才伪造了圣旨还有玉玺，这叫什么呀？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他闯进来。求贵，龙大人在儿童脸上刻字，是希望你们能够警醒反思，悔罪改过。你们居然执迷不悟！你放屁！他龙三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在我眼里，他只是一个虚伪狡诈、蝇营狗苟之辈。你也在官场混了10几年了吧？就这么点小伎俩，就把你给蒙蔽了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龙大人不想与尔等同流合污，尔等居然痛下杀心，你们才是自寻死路。大人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！大人，大人。也罢，我曾答应我父，守卫你10年。如今10年之约已满，我也算不负信义。刘德昭，我既已落你手里，这条命就任你处置。祥和，你跟了我10年，也守了我10年，救了我几次的性命，我刘德昭心中未曾不感激啊！可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呐！你把我刘德昭逼到了绝境，把我刘氏的全族逼上了死路啊！祥和呀，别怪刘德昭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带下去。走。离天黑还有6个时辰，但愿不要再出什么意外才好。
主子，索图怎么样了？索大人出事了。我们在一处悬崖下找到了随行侍卫，他受了重伤，已经奄奄一息。他说他们在半路上接连遇到2伙身份不明的人袭击，他们3个侍卫掩护索大人和纳赛成功脱身了，但他们自己受伤之后被扔下了悬崖。那索图现在受了重伤，下落不明，不知是否已经安全抵达玉巴赞的军营。所以我打算另派2个随行的兄弟快马加鞭赶去玉巴赞的军营，但是他们没有主子的金牌作为信物，不知玉巴赞愿不愿意相信，肯不肯出兵？主子，不如这样吧，奴才亲自去一趟。玉巴赞认识奴才，如果奴才亲自去说明情况，他应该会相信。那就辛苦你再跑一趟。主子您这么说，真是折煞奴才了。奴才也不用带什么东西，这就轻装出发。我派2个侍卫跟公公一同前去。好。不好了，龙小弟！龙小弟，贾玉玺跟贾密旨不见了。我昨天检查还在呢，这怎么现在贾玉玺跟贾密旨都不见了呢？看来这书府当中一定有人被收买了。这贾玉玺和贾密旨已经落入刘德昭手中。不可能啊，这府上可都是舒府的老人，没理由被舒府的死对头收买了呀。树倒猢狲散，一定是有人见舒大人已经死了，这府中没有了主心骨，所以起了异心。如果府里真有内奸的话，我们的事情是不是有可能都暴露了？不是有可能，而是一定暴露。刘德昭一定会借着贾玉玺和贾密旨大做文章，甚至对主子痛下杀手。龙小弟，现在怎么办啊？36计走为上策，要不然脚底抹油溜吧。如今索额图也下落不明，也只能马上撤出太原了。只恐怕想走已经来不及了。放心吧，有我跟哥哥保护你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有人来了。龙大人，巡抚大人派人前来，请龙大人过府商议赈灾事宜。官儿啊，你能不能不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啊？晃得我这头都晕了。你头晕，我心还烦呢。啊，姐夫，你看看我脸上这字儿啊，到今天都没掉下去。你说这姓卢的他多可恨呢！还有，这小子铁疙瘩一个，官场上这些规矩他懂吗？你还浪费这一桌子酒菜。要我说，人来之后直接拿下，严刑逼供之后再把他灭口得了。先不慌，再等等。哎，再给这个龙三一次机会，就当是给咱们自己一个机会。官儿啊，说实话，这个龙三来咱们这这么久了，到了现在，他到底什么底细我都没有摸清楚，我心里着实的不踏实。还有，如果这龙三知道了，咱们拿出了他擅杀朝廷命官、私刻玉玺、假传圣旨的罪证，就此向咱们屈服了呢？就算龙三屈服了，丽嫔怎么办呢？他跟咱们那是杀父之仇啊！那丽嫔必须死。再说了，如果这个龙三真的肯向咱们屈服，很多事情他自然会替咱们遮掩的。否则的话，就送他们一块儿见阎王。唉，什么时候来呀？他这是。龙大人，请。
丽嫔还在府上吗？啊，还在。刚才他还吩咐奶娘，要众人都到大厅，随他一起为老爷的亡灵念经祈福。交代的事情都办妥了没有？放心吧，我已将药下在厨房的菜汤里，过会儿就会发作。好，我先到大厅念经，你们等我信号。好，事成之后，我家大人必有重喜。慢点。哎呀，龙大人，龙大人，有失远迎啊！龙大人，龙大人，来，请。哎呀，哎呀，此次请龙大人过府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有2件东西，想请龙大人亲自过目。啊。龙大人，这2样东西您见过吧？刘大人，哎，这些东西你是怎么得来的？龙大人，现在东西怎么得来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提醒龙大人，恐怕龙大人你现在已经犯下了灭族杀头的重罪吧？刘大人想怎么样？好啊，龙大人，那我们就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知道龙大人，您手上也抓住了我不少的把柄。好啊，想怎么样，那就要看龙大人，你是想大家手拉着手一起死呢，还是抱成团一起活呀？廖大人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龙某自然是想与诸位一起活了。爽快！我就说嘛，龙大人是一个聪明之人。是啊，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太好了，龙大人，来，咱们终于是达成这攻守同盟了。来，为了这攻守同盟，为了这一天，来，咱们满饮此杯。来，来。美酒啊！龙大人，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那有件事儿，我得求您帮个忙。何事？您瞧我脸上这个字儿啊，您高抬贵手，把您的墨宝给我去了吧。乔老板啊，您脸上这个墨汁啊，是我家那个侍女特意调制的。这没有1个月以上，很难洗净。龙某也真是没有办法。乔老板，要不然您多等几日。行，不着急啊。抱歉啊，龙大人，您太客气了。来，自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来啊，来。来，龙大人。
哎呀，龙大人呐，真是一个薄情的人儿啊！面对着这万姑娘色艺双绝，居然是毫不动心呐！刘大人，哎，龙某也不是个不怜香惜玉之人，是，只是那个时候与刘大人尚未交心，背地里啊，就害怕刘大人参我一本，所以只好辜负了美人了。哎，现在好了，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你大可以放心的。以后与这万姑娘那是双宿双飞呀！啊，俗话说得好，人不风流枉少年呀。多谢刘大人玉成啊！哪里，龙大人，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那有件事儿，希望你多多帮忙啊。何事啊？我们收到消息，听说这丽嫔怀了龙胎了。正是。可是我们又收到消息，这丽嫔因为父亲亡故悲伤过度，在舒府小产了，结果不幸大出血，薨逝了。刘大人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我刚出府的时候，这丽嫔娘娘还好好的。龙大人，俗话说得好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龙大人，你是一个聪明之人，这向皇上禀报丽嫔娘娘薨逝的消息，这折子还是由你拟一下吧，就算是你我联名吧。快跟上！这什么意思呀？我刚出府的时候，这丽嫔娘娘还好好的。龙大人，俗话说得好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！龙大人，你是一个聪明之人，这向皇上禀报丽嫔娘娘薨逝的消息，这折子还是由你拟一下吧，就算是你我联名吧。快跟上，快点！真是红颜薄命啊！皇上要是听到这个消息，肯定是圣心蒙忧啊！哎，是啊，龙大人，皇上乍闻丽嫔娘娘薨逝的噩耗，难免是有些感伤啊。不过龙大人你是知道的，好在后宫佳丽3000呀，过些时日，这事情放一放，我看也就过去了。啊，来，其实这样也好啊。舒总兵跟着丽嫔，黄泉路上总算是有作伴的了。啊，他们这一走，我们总算是安心了啊！来，刘大人，那我就不在此喝酒了。我想带着万姑娘去小别院，单独的听她弹弹琵琶，喝喝小酒，你觉得如何？哎呦，龙大人还是个急性的人儿啊！好，你且去风流快活啊！这个丽嫔娘娘的后事由我来料理。不过龙大人切记啊，这个请罪的折子要嫁接你好啊！你放心吧，刘大人。那龙某就先行告辞了。送龙大人。龙大人，请。哎，万姑娘，哈哈哈，好生伺候龙大人。是，小女子一定听大人的话，服侍好龙大人。只是，小女子尚有一事相求。万姑娘，请讲。听说，大人府上的孟祥和孟护卫，因为冒犯了大人而被您下了狱。小女子求大人开恩放了他。万姑娘，你为孟祥和求情，你认识他？刘大人，
就看在龙某的面子上，放了孟护卫吧，让孟护卫送我们去别院。龙大人，放了孟祥和不难，不过本官有些糊涂啊。王姑娘，你是怎么认识孟祥和的？你又是怎么知道孟祥和犯了事，下了大狱呢？因为小女在裘老板府上和大人府上住的时候，孟护卫对我多有照顾，所以我对他心怀感激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叔父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丽嫔死了？不是，是丽嫔娘娘她不见了。什么？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当时我们正在诵经祈福。丽嫔呢？拿药来！小姐莫怪，我也不想害你，可我没办法呀。我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搁在巡抚大人那儿了。你要怪，就怪老爷生前为什么老跟巡抚大人作对吧？黄管家，啊，郭妈妈，怎么是你？黄管家，小姐是你跟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老爷现在尸骨未寒，你居然对小姐下毒手！她不是你家小姐。她是我家小姐奶娘。小姐呢？走，搜，这边，仔细搜。走。怎么样？没有啊！我念经的时候明明看见小姐走到屏风后的呀，这屏风直通后院，这后院大门又上着锁，她只能在这儿啊。这就奇了怪了。搜，继续搜。真是个废物！你们这么多人还看不出一个女人？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小人已经尽力了。这舒婉心是小的看着长大的，她可是手无缚鸡之力呀，又没有攀爬的工具，我就不明白。他是怎么爬上那么高的院墙逃走的？难不成他长了翅膀不成？不用说了，你们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是早有准备啊！龙大人，这丽嫔娘娘现在何处？你应该是最清楚吧？我说我不知道，刘大人相信吗？你们说我相信吗？来人，快！龙大人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我信吗？不过此时此刻，本官还是很佩服你的。此情此景，居然如此镇定，是个见过大阵仗的人。不过本官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何要跟本官作对到底？哈！你以为你救了丽嫔，她就可以在皇上耳边给你多吹吹枕边风是吗？就可以免除了你擅杀朝廷命官、伪造玉玺、假传圣旨的罪责吗？你，龙大人，巡抚大人派人前来，请龙大人过府商议赈灾事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换身衣服就过去。那小的先为大人准备车马。
你们说这个人会不会就是被刘德昭收买的内奸啊？有可能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找出书府当中究竟谁是内奸了。主子，你带着易欢还有丽嫔娘娘先走，我仪容成你的样子，先去刘府稳住他们。啊，龙小弟，这个时候就别啊了，就听我哥哥的吧。他武功很好的，你放心，若是没有咱们拖累他，他一个人谁都控制不住他。而且我跟主子身材相仿，倒正好方便互相易容。易欢，我帮主子易容，你去通知丽嫔娘娘，让她做好准备，马上逃走。好。主子，多保重。要不要带几个侍卫？不必了，你跟易欢更需要人保护。等我去了刘府，引开刘德昭的手下，你们就赶紧出城吧。等一等，多加小心，不要恋战，务必全身而退。多谢主子关心。李建清，怎么会是你呢？都别乱动！别动啊，走！姓李的，放了我姐夫，不然我弄死他！我跟万姑娘非亲非故，你以为用她就能威胁到我吗？少跟我来这一套！你跟那个姓龙的自诩为仁义之士，为了那些灾民，你们都能犯下这么大的罪行，你能眼看着这么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为你送命？放人！万姑娘，我刚才就是顾及到你的安危，才想用计带你离开，没想到你还是放不下孟祥和。也罢，裘贵，只要你把他放了，我就放了你姐夫。你当我是傻子？先放了我姐夫，然后束手就擒，我就放了他。不然的话，我就弄死他和孟祥和。好，我答应。喜欢的，手上留点神，留点神啊！你是倾城？没错，我是雪倾城。不行，小师妹，我不能跟你们一起走。这府上既然出了内奸，我们的计划暴露，孟祥和也迟迟不来送信，说明他已经出事了。我要留下来，跟师父一起救出孟祥和和舒婉心，放他们一条生路。雪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朱哥哥都说了，他会见机行事救出孟大哥的。大师兄虽然武功高强，可留他一个人在这里对付刘德昭这帮心狠手辣的禽兽，我不放心啊。雪姐姐，我觉得你对朱哥哥真好，事事都为他着想。小师妹，你别多心啊。是因为大师兄身份特殊，所以我才把他的安危放在首位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不用多心，我心里都明白。主子，你们先离开，我留下来。为什么？臣妾手无缚鸡之力，身子虚弱，若是主子带臣妾一起走，会是一个很大的拖累。可是刘德昭已经打定主意要跟我这个钦差大臣翻脸了，你留下来的话会很危险。刘德昭和您翻脸，可以借口说你伪造玉玺，假冒钦差。可臣妾是真真切切的丽嫔娘娘，她不敢公然害我。若是来暗的，臣妾这府上大多是跟随家父几十年的老人，不可能都被刘德昭收买，他们必定会尽全力保护臣妾。再说了，只有主子安全了，臣妾才会安全。是啊，龙小弟，丽嫔娘娘说的对。第一，她留在这儿可以稳住舒家的内奸，还有就是可以为我们逃出太原多赢一些时间。你就听她的吧，只要你脱身了，他们不敢对丽嫔娘娘下黑手的。来人呐！来了。娘娘，你有何吩咐？你去把府里的下人都集中到大厅，我要让大家和我一起给老爷诵经祈福。是，朗奴马上去办。主子，
一会儿府里的下人都会集中到大厅，你们就可以从后门离开了。叶欢呢？我不在你们身边，你一定要保护好主子，保护好自己呀。放心吧，丽嫔娘娘，我虽然武功不行，但是什么放毒啊、防身啊，我都是可以的。倒是你，现在舒府特别不安全，你得自己小心啊。婉心，想不到你平时柔弱，却是这般冷静果敢。待我平安脱身，一定想办法马上回来救你。待回到了紫禁城，一定好好奖赏你。主子安全，就是对臣妾最大的奖赏。望姑娘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快了，麻烦您再等一会儿。他们怎么还不来？这可怎么办？你们可算来了！你是舒姑娘，我就是雪倾城，咱们总算见面了。我们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。多谢姐姐以身相替，我才能有机会和孟哥哥私奔。当初形势所迫，不得不暗中劫走姑娘，还望姑娘见谅。好了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有什么话还是出去再说吧。舒姑娘，你赶紧动身跟我们走。不行，走不了了。刘德昭宴请钦差大人，要我前去陪酒助兴。啊！怪不得裘敏在外面守着。如果他去宴席的话，那对龙大人就更加不利了。万姑娘，衣服换好了吗？别再拖延时间了，快点啊！万姑娘，万姑娘，你如果再不回应，我得冒昧进去了。走吧。城官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！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怎么就会武功了呢？他少废话。小姐，怎么是你呀？管家，你说谁？她是我家小姐，丽嫔娘娘。可是不对啊，我家小姐不会武功啊。虽说入宫之前，长河老爷骑马射箭，可能都是闹着玩的，怎么突然之间？这2记耳光是替舒家赏你的。你到底是不是我家小姐啊？刘大人，让这些官兵都退下去。姐夫，退下去，退下去啊！对，退下，退下，快退！快，都快点呀！刘大人，放了孟祥和，给我们准备3匹快马。我备马。备马，快！哎，
舒姑娘，你不要着急，倾城他们一定会平平安安把你的孟哥哥带回来的。哎，但愿他们3个能平安无事啊！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来了，什么来了？我听到马蹄声了。看，倾城带着你的孟哥哥，他们回来了。婉妹，孟哥哥，婉妹，太好了！哎，刘德昭那个狗官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好歹我也护了他10年，救过他无数次，他对我算手下留情了。只是给我灌了些舒筋软骨的药，把我关进地牢。多亏李兄和雪姑娘救了我，还帮我解毒，恢复了武功。感谢3位的救命之恩，我们无以为报。在此，我们2个就给3位磕头谢恩了。哎，孟兄，快起来！来，婉心妹妹，你我虽然非亲非故，却因容貌相似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孟大哥也是位忠义之人，看着你们2个终于能够冲破一切障碍，携手此生，姐姐我啊，不知有多羡慕呢。雪姐姐，我有我的孟大哥，你不是也有李护卫吗？我祝愿你们也能冲破一切障碍，白头偕老。舒姑娘，你误会了。李护卫他从小就已经有了未婚妻，他的未婚妻也是我们倾城的好姐妹，她们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长大，所以他们的关系只是兄妹之情。对不起啊，我给弄错了。那我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吧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，又让雪姐姐顶替我入宫，可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。婉心妹妹，今日我不得已在刘德昭等人面前显露了武功，他们肯定会怀疑我的身份，但只要你不暴露行踪，不落到刘德昭等人的手里，他们就没有证据证明我是假冒的舒婉心。所以，姐姐拜托你，一定要远离山西，小心隐藏行踪。好。3位放心，我与婉妹此去必定选个隐秘的地方，野性埋名，男耕女织，过些平淡的生活，绝不给各位再添任何麻烦。如此甚好。孟兄，其实我也很羡慕你。李兄，你不也有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吗？听说还是从小就定亲的未婚妻，不像我跟婉妹，还要经历这么多波折。我和我那未婚妻之间的波折，只怕比你们还要大。说来话长，不说也罢。李护卫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和舒姑娘他们就此别过吧。好，孟兄，你和舒姑娘各骑1匹马，赶紧快马加鞭，离开山西。好，多谢。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保重。雪姐姐，李大哥，再见了。一路平安。保重。正。驾。师傅，你跟我们一起去见康熙吗？我就说你的病已经好了。不，我要回明珠谷，协助晋王查出谷中奸细。倾城，以前我陪你进宫，是担心你的安危。如今现在宫里面有太子还有奕欢来照应你，我就放心多了。你就告诉康熙，虽然我的病大好，
但是我要留下来给老爷守灵。那师傅，您一定要多保重。多保重。行了行了，消气啊！水。哦，对，你说啊？哎呀，这个李建清啊，喝口水。在外边没被别人打死，你想烫死本官啊？不能轻着点啊！啊！怪我。你说这个李建清啊，实在是太可恶了啊！临走还把本官给伤了。我不杀此人，我誓不为人。姐夫，你放心，如今整个山西境内都通缉他们呢，跑不了。秋哥，你说这个万苏姑娘，她会不会是这个丽嫔舒婉心啊？不大可能吧？这万姑娘是我手下从外面掳回来的，而且奇了怪了，她本来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突然之间就成武林高手了？那这个万苏长得跟舒婉心是一模一样，而恰恰就在这个当口，丽嫔娘娘从舒府消失了。舒管家啊，在。你仔细的回想一下，这个丽嫔娘娘回府以后，她与她进宫之前到底有没有区别？有。这次小姐回府以后，确实与以前有所不同。我还以为她是入宫做了娘娘，这气质仪态自然与做小姐时不同。现在想起来，她应该不是我家小姐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冒名顶替？哎，舒剑有这么大的胆子吗？找个人冒充他女儿进宫？舒管家，那挟持裘贵的可是丽嫔娘娘。反正我家小姐不会武功，挟持裘老板的肯定不是我家小姐。至于是不是丽嫔娘娘，我还真不敢妄下定论。莫非这舒剑找了一个样貌相仿的江湖女子，冒充你家小姐进宫？这万苏才是舒婉心。万苏，舒婉心。姐夫，我觉得你这推测应该是对的。他本来应该是找了一个极其隐秘的地方藏起来了，后来知道他爹病重了，才冒险出来，要见他老子最后一面。可是没成想半路给我劫了，他为了不暴露身份，才谎称叫万苏。此种说法是最为合理的。那舒剑为什么要找一个武林的高手冒充他女儿进宫呢？他意欲何为呀？既然咱们能够证明这个龙三是个假冒的清斋，若咱们同样能够证明这个丽嫔娘娘也是假冒的，那咱们可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轻点，轻点。是。皇祖母，可有皇上消息了？暂且还没有。皇上都已经半个月没有消息了，妾身的叔叔也没有了音讯，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？你慌什么？越是情况不明的时候，越不能慌。索头半个月前曾送来密奏，说是皇上要办刘德昭，为防刘德昭狗急跳墙，奉了皇上的旨意去调御巴赞的兵。也许他不在皇上身边，也没什么密奏的，所以就没有送来。可是，不仅有刘德昭，还有吴三桂的人也盯着皇上呢。妾身是在担心。吴三桂倒的确比刘德昭更可虑，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。
吴三桂的嫡长子吴应熊还在咱们手里呢。哀家已经另派心腹前往山西去接应。你呀，可是后宫之主啊，千万不要乱了阵脚，切记不要让别的嫔妃们知道皇上去了山西的情况，免得多生是非了。多谢皇祖母提醒，妾身明白了。搞定，好了，真香。老大，你这偷鸡摸狗的本事还真不错呀。注意啊，我不是偷的，我在农户的鸡窝里放了一锭碎银子呢。得了吧，不告而取就是偷。行，我偷的，待会儿你别吃啊。丽嫔娘娘，来，好香啊！来吃吧。吃完了这儿还有啊，接着来。哎，我的呢？你的？你刚才不说了吗？这是偷的，你就别吃了呗，要不然就跟我们分赃了。不是。哇，主子，您先用我这份吧。你看看，任婉心好。来，丽嫔娘娘，来。好。好好吃。老大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。那当然了，我从小学别的不精，但是我以前有个师傅，他是前明的厨子，是最有名的厨子，所以我跟他学习的时候可认真了。前明最有名的厨子，御厨啊。主子，千万别听玉环瞎说。那个教咱们做饭的师傅，不过是在大户人家掌过勺而已。是啊，我不吹牛嘛，别戳穿我呀。不好，有大批人马追过来了。你怎么听到的？等你耳朵听到时，那就晚了。四面八方都有人追过来，我们被包围了。什么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突围啊？这批人武功不弱，人数众多，若强行突围的话，恐怕难护主子周全。幸好我做的人皮面具还在，只能用之前的办法了。我找一个侍卫兄弟扮成主子的模样，我们先引开追兵，东西都不要带了，赶紧撤离。好吧。陆小弟，他们为什么都黑衣蒙面啊？他们不是刘德昭手下的官兵吗？刘德昭应该是想嫁祸给牛角寨上的山匪，所以都不让手下暴露身份。封剑！是这样吗？好狠啊！抓住龙三和那个姓李的！幸好你哥哥的武功高强，连我从宫里精心挑选的侍卫到那些蒙面人，都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。那当然了，我从小偷懒，我哥哥可不，他勤快着呢。我哥哥啊，什么都会，本事大着呢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有勇有谋，临危不惧。幸好，他不是我的敌人。那当然了，你是我的龙小弟啊，他是我的亲哥哥，自然会把你当成亲弟弟看待，他会保护你的，放心吧。遇上你们兄妹俩，真是我的幸运。上天一定是派你们来辅佐我的。站好！
没事吧，龙小弟？没事了啊。看来这出了紫禁城，还真得让你这个老大保护我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赶紧去另一棵树上，把丽嫔弄下来。哦，对，走。走。丽嫔娘娘。哎，丽嫔人呢？薛姐姐准不放心朱哥哥，又悄悄赶去帮忙了。丽嫔怎么不见了？我可能记错了，我哥没有把她藏在树上。那，咱们赶紧一起去找她吧。书剑已经为国捐躯了，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女儿。龙小弟，你可真仗义。不用找了，我在这儿呢。丽嫔，你去哪儿了？哦，臣妾被李护卫藏到了远处的一棵树上，我看到他们走远了，就顺着树干慢慢滑下来了。这林子里的树可都是很高的，你居然能自己滑下来？啊，主子，臣妾的爹可是威震一方的武将，臣妾小时候也是在马背上长大的，这点胆量还是有的。以前在宫里的时候，总觉得你知书达理，多才多艺，温婉可人，没想到你还外柔内刚，有胆识。主子过奖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咱们别在这聊天了，咱们去个安全的地方吧。这样，去反方向，咱们逃吧。好。我的手，快快！不是我的，是刚才有人要伏击大师兄，我把那个人解决了。快走走。给我拿点水。谢谢啊。疼。等一下，我先来。救助！疼。我这有水。忍着点。王大哥。所以，王大哥乔装成主子的样子，被那帮杀手撕咬着不放，中了好多刀。这些侍卫都是我从宫里精挑细选出来的，个个都训练有素，忠心耿耿。出宫的时候有30余人，现在却只剩下这么10来个。刘德昭啊，刘德昭！这笔账我会慢慢跟你算清楚。主子，昨天我本可以杀了他，但我未奉主子的旨意，不敢擅杀朝廷命官，而且就那么一刀结果了他，实在是太便宜他了。你做得对，要杀一个刘德昭容易，但是一定要将他的罪行昭告天下，明正典刑，这样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。等我回了宫之后，就借刘德昭这颗人头，开启整顿吏治之风。哎，朱哥哥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个刘德昭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派人来抓我们，为什么让他的手下偷偷摸摸的呀？这些黑衣人不是刘德昭的手下，不是刘德昭的。主子，你看这些伤，这伤怎么了？这伤都是左身右切，下身上切，说明这些杀手的刀法习惯反劈和上溜，这和之前舒总兵身上的刀伤是一样的。这是江湖中地躺门的独家刀法，刘德昭手下的正规官兵不可能会使。那按你的意思说，追杀我们的人和刺杀舒剑的人都是同一伙人，都是吴三桂之士？10有8九是如此。难道吴三桂已经识破了我的身份？这倒未必，也许吴三桂只把你当作钦差大臣，怕你调查舒剑之死时有所发现，才想要在山西地面上杀人灭口，嫁祸给刘德昭。看来你说的对啊，这趟回京的路上注定不会太平。主子，有一队官兵追过来了。有多少人？30、40人。主子，我们赶紧走。昨夜我们刚经历一场血战，不宜跟他们硬刚。走。
没有船也没有桥，我们怎么过河呀？主子放心吧，昨夜我们逃出来之后，我已经安排兄弟们提前过来探路，准备好了渡船。河的对面是一片宽阔的树林，只要进了那片树林，追兵们就不容易追到。你应变能力之强，安排之周密，确实令我大开眼界。要是论江湖经验，我确实不如你。主子过奖了，臣从小生长在民间，在江湖中摸爬滚打，而主子高居庙堂之上，行的是安邦定国的大策，臣怎敢跟主子相比呢？你也不必谦虚了，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，在这方面，我确实应该向你好好学习。主子，我们尽快骑马上船吧。来，快跟上！这边，追兵马上来了，你们先走，我带侍卫兄弟们去引开追兵。哦，主子，我跟李太医一起骑马引开追兵吧。那不行，火心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啊。可是，我担心这船承受不了这么多人的重量，况且臣妾又不会水，出了意外，大家更危险啊。可是，主子别犹豫了，你的安危最要紧。一欢，主子交给你了。行，出发吧。走。我们走了，注意安全啊！在那边追！奇怪，这刘德昭和吴三桂的人，为什么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如影随形？难道是我们之中有内奸？不可能啊！这些侍卫都是你亲自挑选的八旗子弟，我跟我哥哥也不可能是内奸，没有人了。希望如此吧，可能是他们派的暗哨太多了，一直在追踪我们。